歡迎收睇英皇金融集團之網上講座，我係高北客戶經理的神，同大家回顧翻近排黃金嘅走勢。黃金嘅走勢就係1200蚊低位急升超過100蚊，直至到去最高1315蚊呢個水平。咁點解會升得咁犀利咧？我相信係有兩個原因嘅。咁第一個原因就係美國喺加息呢一方面咧個步伐啦，比市場上預期係為慢嘅。咁所以變相個美金啦喺近排嗰個走勢咧都係偏弱多少少，從而係提振咗嗰個黃金方面嘅升勢嘅。咁另外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啦，我相信都係喺下個禮拜即將舉行嘅英國公投呢一方面嘅消息啦。咁最新嘅消息咧都係帶嚟一個大嘅避險嗰個情緒咧，最主要都係因為英國咧有一個議員係親歐方面嘅議員啦，係遇襲嘅，咁所以令到市場方面嗰個避險啦係會